知道这光南发的是不是医疗用的口罩 ？So what？ 那又怎么样？这要感恩了。有口罩戴，管它是不是医疗，就要感恩了。政府不救我们，我们自己救。光南发的是不是医疗用的口罩 ？So what？ 那又怎么样？对啊。那你觉得说他们发这个口罩的这个是算是一种善事吗？当然咯，当然是善举啊，这要感恩了。有口罩戴，管它是不是医疗，就要感恩了。是。现在政府都把那个口罩都征用了，我们到哪去买？买不到，人家免费发给你，你就要感恩。政府不救我们，我们自己救。家里有缺。那你大概家里大概缺多少？我们家目前是没有口罩，只有就是现在我们家目前没什么口罩，对，可能我们家有7个人这样。我是就跟他一起，就给他这样。我是觉得够用就好了。我觉得还好。但是被强迫要来啊，没办法。对啊，我就是因为他被强迫来，然后他带我们一起来，我就把表拖下水。因为现在外面口罩都买不到了，然后就趁这次有免费口罩就过来排这样子。这样子。对。那你觉得疫情有严重到说每个人大家都需要来疯抢口罩这样子？应该是没有啦，但是就是为了就是能就是大家比较恐慌吧，就这个新闻造大家比较恐慌，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想要有口罩防护一下这样子。再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民进党万岁！民进党万岁！谢谢大家，往前走。民进党万岁！哎，民进党万岁！谢谢，再往前。